也篇小说其实每个人讲迄亲人的爸爸同亲人的妈妈同亲人的感情，其实表现也够好，用家己来表现哦。那另外呢，我们嘛可以看到钟丽华同钟培妹两个人的个性，其实差别佫大哦。钟丽华就是无办法做国家做决定哦，或者伊迄想讲饲鸡的也无爱饲鸡的，结果呢，太太钟培妹就直接饲迄个。那个太太那个培妹哦，迄一个做事个能力个人哦，有可能分那个鸡的死下的哦，死下的就无办法死的啊！规家人呢，伊都咩不是有肉可以吃的，竟可以有鸡的可以吃，当然唔要不伊死下咯。有些两公婆个性格差别过大哦。鸦片的故事其实拢摆有限啊，到一个国中的教材地位哦。伊每个人但是同亲情的表现过明显哦，同利用鸡嘛同鸡子的故事表现到亲情爷儿同亲人的感情。迄亲人的无爷儿，就像也着说鸡的无鸡嘛来图强样，我本伊欺，我本面欺负。伊呢就会代表也鸡嘛是迄个研究来替代那个鸡嘛同也着说鸡的照顾到胎哦。最后也着无几久哦，鸡的呢也着说鸡的重复胎的。他感觉想演胎的，你看一个抽风，安尼一个神游，然后一个真理演的无哦。就像两公婆就看到演的生人的，也两个生人嘛变态的，演地用的翕相也着吞入个，那么伫家人之间的一个亲情哦。